好，即马时间已经老师歹势，我先8来主持一个，甲你开一个场吼。安尼吼，多谢啊！对，你来甲大家合作吼，拉话头啦吼，开场白，咱台语讲拉话头一个吼，感谢。大家大家好啊！咱遮是一个叫做我即马分享画面互大家看吼，就是阮这个线顶的活动啊，是叫做伊叫做我看伊的名台语读册会是甲心态有关系，台语心态读册会啊，搁有这个，就是讲。这是一寡对台语有心态第一吹赛有志伊主要其实是伫面册伊有内底有真侪真侪有志嘛，真侪像讲菜包老师啊拢叶心老师等等拢会来做伙来这个分组因讲的主题我是毋是伤紧啊拢会甲即个心态有关系拉力搁用台语来讲大家若对即个读册会有趣味的就会使伫面册就留话互我，因为因是伫面册群组一个面册社团，变做爱加我私信我的面册我时到甲恁Q 入去内底。恁就会使看卖咧，看敢有兴趣？这我可能伤紧就是拢甲心态有关系拢是用台语来讲遮即个心态问题伊的时间是固定逐礼拜的暗时8点到9点若讲大家有想要讲来参加逐礼拜拢来的其实会当。私信我的面册我就甲你 Q 入来毋过你若讲想讲久久一摆尔无想讲逐礼拜拢来听其实嘛毋免讲爱加入即个社团啦就是在人的我小解一个这李东老师伊其实真厉害大家用看我惊我牵着老师的时间，是讲什么？教育部的台语网架伊拢有去做指导，搁有翻译，伊搁有这个真侪搁有翻译这个科学的这个名词上要紧的就是伊最近伊拢有伫线顶开台语课。拜2班、拜3班，若有趣味的，即马当地报名，我嘛会甲即个报名的资讯搭伫 Meet Google Meet 有一个留话所在大家会使看尾咱上尾可能大家爱翕一张相看咱进前的活动拢有足侪大家拢会翕相安尼所以咱等下时间得要到嘛会咱。差不多8:458:50就互大家问问题安尼我就卖甲老师的时间长着甲即个交互老师老师请。好，来，咱头起先先感谢咱基顺老师咱基顺老师是一个足热诚的人啦。咱台语讲的即个热诚就是热忱伊对即个台语咱讲正经的我有感受到伊是迄个大土大地一步一脚印咧做代志来，咱有看到咱秋妍秋妍请讲，你有举手。好，来，马紧我即摆嘿，歹势，我深点歹势。好，袂要紧。我先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我当呢伫咧讲的即个中恁若有啥物问题随时拢会当直接举手来问为虾米呢？因为有当时咱怎么有想到迄个有当时迄个就是讲会随袂记哩啦所以恁毋免烦恼讲会将我的话早断去啦，这恁免烦恼
你若想要知影啥，还是讲要回应啥，随时拢会当讲吼。当然上尾啊，拄啊，咱义顺老师讲啊，伫个差不多8:45至50吼，迄当阵呢会留一个较长的吼、较规拍的时间，互大家来迄个吼来发问即个问题啦吼。啊，头起先咱足欢喜的吼，会当伫个咱即个吼台语吼台语生态的读书会来和大家见面吼，即个一档感觉12分的欢喜，因为吼咱的台语文吼爱有大家吼来安怎讲来斗相听吼，啊，才会当互母语即张大树会行深啦吼。啊，即个咱知影吼，语言是文化的根，啊，若咱的母语是吼，即个吼传承文化的种子，所以咱定着爱甲顾吼，真敬重安尼吼。好，啊，咱就直接来进入咱今仔日的主题啦吼。即个主题我较好做吼，即个吼，你会感觉讲，老师你迄主题迄3项敢若斗袂起来，那后火虎，后剃头刀。吼，啊，阁有迄罗马鼓，即3项啥会出即个主题咧？是安怎会安尼吼？即个吼，我等下会规旁甲讲哦，透机啦吼。啊，较早人讲话若要讲透机，目屎是飞袂离。其实吼，迄个透机的意思吼，就是讲尾头到尾拢甲讲哦清楚，安尼做透机吼。啊，咱写法咯是写吼。迄个日头的头吼，啊机是迄个机会的机哦，毋是手机的机吼。讲话若要讲透机，就是讲话吼爱规个甲讲互清楚，规旁吼拢甲讲互清楚安尼。好，来，若要讲到即个啥呢吼？即个火虎、剃头刀甲即个合作吼罗马鼓吼，这到底是安怎斗起来咧？咱的头起先吼，因为咱这个会号做吼，这个台语生态的读册会，所以重点当然是放伫个这个生态啦吼。啊，咱今仔日呢，要为咱这个啥，咱伫个咱台湾吼，啊，迄个呢较早有真济吼，真济有关这个吼罗马的故事吼，啊是这个啥鳝鱼参川吼，这罗马啦。鳝鱼啦、参川吼，到底敢有共？啊，若有差别是差伫倒位吼？咱会迄个啥一项一项来讲吼。来，我先来讲做这个罗马鼓，这字鼓啊真深色啊，吼。迄个吼，赞！我有看到咱俊德老师吼，伊随有将迄个字甲拍出来吼。话若要讲透机这个吼，来，咱这个啥呢？台语吼。有讲到真济即个动物大只吼，咱台语动物吼，咱一般的迄个台语话啊，是叫做活物仔啦，吼，活物仔，吼，较大只即个活物仔吼，亲像你捌听过有迄落啥旋流鼓有无吼？天乌乌要落雨，阿公啊举猪头要掘乌，掘啊掘，掘着一尾旋流鼓吼，有人读做旋流鼓吼，啊，过来吼。啊，佫有啥物鼓咧？我即摆来讲互听。啊，佫有吼鳝鱼鼓，吼，啊，佫有咱今仔日要讲的罗马鼓。讲老师啊，罗马就罗马，咱佫加一鼓是要创啥咧？即摆佫要来讲。啊，佫有啥物鼓咧？我即摆讲可能大家捌听过盐鸡鼓。迄较早盐鸡吼，迄个真大只的吼。我宜兰人啊，所以有当时会夹带一寡迄个宜兰腔迄个开口。较早盐鸡若是较真大只，上大只迄只叫做盐鸡鼓吼。啊，佫有啥呢？即个咱拄有讲鳝鱼鼓、田鸭鼓，啊，佫有足大只的水鸡吼，足大只水鸡叫做水鸡鼓，即个恁可能捌听过吼。啊，你讲老师啊，即拢伫讲遐动物咧，敢有讲人诶？有啦，拄有一个鼓是讲人诶吼，毋过迄个是变做讲是较无好诶。一个词啦吼，或做啥呢？讲人叫做大贼鼓啦，恁可能捌听过吼，大贼鼓吼。啊，所以讲，大家敢袂感觉讲叫做啊，这字鼓吼，到底是倒字鼓啦吼？我会记哩上早敢若有迄个啥台语的册哦，伊有少用啥，少用地鼓的鼓这字啦吼，因为
就是讲迄台语念鼓音哦，其实无几个啦吼，有古早的鼓，啊，佫有迄个啥拍鼓的鼓对无吼，啊，佫即地鼓的鼓吼，所以有个人将即个旋流鼓吼，啊，盐鸡鼓吼，啊，田圆鼓遮个吼，伊佫用迄个啥呢哦，写一个地鼓的鼓，啊，咱即马地鼓的鼓吼，恁甲查教典吼，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迄个因为我嘛有参加。教典的迄个编辑，迄个有参与啦吼。伊即马地鼓的鼓是照用吼，就是金字旁吼，速度有够紧的，感谢吼。嘿，咱时刷就随吹出来吼。伊是照用一个金字旁，佫一个古早的鼓啦吼。啊，你看伊边有写一个吼替有无吼？意思讲即是暂时先照用啦，即个做替代字啦吼。啊。鼓呢？你看伊解说吼，伊讲做是算即个啥地湖数量的单位，安怎讲？咱讲做一股地、两股地有无？所以伊甲你讲这是一个数量的单位吼。好，啊，咱即摆回来咱的主题哦，来，咱讲做吼罗马鼓、吼旋流鼓、盐鸡鼓，这字鼓啊吼，基本上啦吼，咱就直接讲，甲迄地鼓无关系啦。这字鼓是啥物意思呢？吼？即是鼓，就是遮个吼，拄则讲到遮个动物吼，遮个活物啊，内底上老上大只个吼，内底上老上大只个吼，亲像讲做迄个啥呢？旋流鼓哦，我较早吼，阮住宜兰啊，迄个庄骹吼，庄骹迄沟仔边啊，若是迄个浪头吼，阮则讲浪头啦，啊，迄一般腔是讲浪头啦吼，迄浪头吼，啊用手安尼一个并起来，甲握起来。吼，迄旋流吼，规球的，就是安尼吼，规个安尼密实吼，啊内底吼有诶有迄个足大片尾，啊，迄当时阮就拢会讲哦，掠着一尾旋流鼓，嘿，阮嘛是安尼讲吼。所以即个鼓吼，咱若是要甲溪口讲伊诶用字吼，我是建议啦，其实就是古早诶鼓即字啦吼，就是古早诶鼓即字。为什么就是古早诶鼓即字？伊诶意思就是讲吼。伊是伫个内底上老啊、上大只、上大尾吼，即个叫做鼓吼。啊，但是吼，直接甲大家紹介吼，因為咱的台語的即個語詞吼，要是有伊的啥呢？迄個叫做吼慣勢用語，安怎講呢？直接吼，就是甲大家講，毋是講你將即個吼動物上大只的後壁甲鬥一字鼓吼，安尼個誠做迄個一個詞，毋是安尼咧。亲像我拄则讲的吼，迄个呢，咱讲旋流鼓、罗马鼓、鳝鱼鼓、吼盐鸡鼓、田圆鼓、水鸡鼓，敢你听着较接听着是遮的吼。啊，所以呢，咱就是讲这个惯势吼，并毋是讲将你凊彩讲一个活物啦，甲斗一字鼓吼，迄就是上大只，毋是安尼吼。所以拄则有讲着鼓，差不多迄个。拢有甲念出来吼，啊，恁若有佫想到啥物鼓，恁会当随时补充啦吼。所以咱即马来讲即个啥呢？哦，即个吼，即是鼓啊，伊就是内底上大只。我以罗马来讲吼，咱豆豆仔讲吼，罗马吼，伊伫个即个有记录顶悬吼，伊会当吼活甲偌久，互恁摇看哦，强要甲人病久60年啦。嘿，会上老的吼，就讲有记录着，也是即个啥生物学家因研究的吼。咱即个罗马是咱即款正水的哦，哦，即尾我迄个要讲咱即个课吼，我共款我爱备课吼，即尾38斤，38大斤吼，我哦，伊遮写几公斤我看，哦，安尼毋是我昨昏查的，看到一尾愈大尾38斤哦，20几公斤，安尼反正是即尾的哦，嘿。哦，像即款的就会当讲做罗马鼓啊，吼，就是内底上老上大只。好，我即马甲大家讲吼，即个迄个啥呢？因为麻吼，咱即款正水的罗麻吼，伊会当活到50-60年吼，就是讲，吼，即马又搁来到咱的重点哦，就是讲伊的生态环境，伊生团的所在吼，若是迄个啥呢？吼，水质吼，啊，搁主要是要食的即个物件，拢无啥问题呢。哦，基本上会当吼活伫半世纪啦，半世纪就50年啦吼。啊，有记录着有迄个50-60年的吼。啊，上重呢吼，
有偌大片，互恁摇看卖吼。咱伫讲吼，迄够大片的吼，啊，这吼罗马是几尾啦吼，上粗的吼，比人的迄个啥呢，大腿的脚骨搁较粗吼，啊，大甲偌大咧，好来。即摆要甲大家来进入吼，我是要甲合作吼，恢复剃头刀吼，啊，即个罗马骨咧，即摆要来解说出来吼。大甲偌大吼，安尼吼，我先简单讲啦。较早阮遐迄个啥圳沟边吼，我做囡仔时阵吼，做囡仔时阵就是差不多迄个啥呢？民国吼，迄个50、60年啊，迄骹兜啦吼，啊。阮遐若拄着年节啊，拢迄个啥呢？会抬价，抬价吼，有人迄个因抬价，就拢惯势伫迄啥呢？伫迄即个大圳沟边吼，大圳沟边伫抬啦，因为安尼伫穿北来啊吼，迄个假北来啊吼，较好势吼。啊，我甲大家报告，这实在是我看讲迄罗马大到偌大，即个因即马是毋是伫抬价对无？北来啊，甲吟出来吼，咱较早抬价就知影讲，爱从北来啊，甲吟出来。迄是吟吼，恁知影安怎写吼？一个挑手旁，搁一个寻找的寻吼，迄是读做吟有无？咱较早吼，迄个做囡仔时阵，像阮做囡仔吼，啊，看人去卖迄个啥酸仔签，宜兰人讲个酸仔签就是鸡仔饼吼，好裤底啊安尼吼，迄个有钱吟甲无钱哦。感谢咱俊德老师将吟拍出来吼，因为这是较重要，所以直接补充一下吼。啊。迄个吼，裤底就安尼看有金甲拼命吟看有钱通买无安尼。啊，咱讲抬价吼，咱会伸手吼，入去迄个价北来吼，从这个价的迄个啥北来啊，北来啊就是鸡的内脏吼，咱台语叫做北来啊吼。伊是一个名词吼，后壁有一个加一个啊呢，一般就是讲是啥物类的物件是一个名词吼。啊，从这北来啊吟出来对无？好，感谢吼。来，啊北来，你也想看，伫迄个圳沟边吼，圳沟边伊还有弄一个石溪啊啦。阮较早遐吼，迄圳沟的圳水足清的。讲到圳水足清的，这就讲到重点啊，就是讲哦，较早的生态环境真好，所以抬价才会伫圳沟边抬啊。伊迄圳沟边哦，除了会当抬价，有当时啊，佫会伫遐洗衫啊，哦，还有弄一个石溪啊吼，石阶的小石坎吼，会当安怎？会当安尼迄个吼，伫遐迄个，看是要洗菜啦吼，还是要抬价啥，拢会当伫遐吼。我会讲，因为伫遐抬价吼，啊，你即马饮北来啊对无？啊，是毋是有迄个血水对无吼？哦，迄个我甲你讲哦，迄大尾罗马吼，一个闻着迄个血水的迄个臭臭味啊吼，迄个就是迄个血水的，咱咧讲血腥味迄个吼，迄吼。我是听因伫讲的吼，这是实在，所以就是讲，咱这我是会拢分享吼，分享迄个实在，捌听人讲的生活经验，我感觉安尼吼，安尼较趣味吼，啊听起来嘛较有迄个吼，咱伫讲的吼，迄实在感啦吼，就是讲吼，因捌讲啦，讲迄安尼吼，家拄北来啊吟好对无？啊，即摆是毋是放咧迄个吼，迄个伊啊边有放一个阿妈头，跟一个迄个台啊安尼吼。鸡甲北来啊，拄吟好尔，啊，规只鸡放伫顶悬吼。我会讲安尼，唰一个一声尔，迄大尾罗马骨吼，从啊吼，迄个亮起用亮的吼，亮起来，甲迄只鸡规个从啊拖入去，拖入去了后吼，都无看啊。好，安尼咱来去甲想看。其实恁来看啊，讲普通的麻迄喙其实无介大，啊，你来看迄罗马吼，大甲有法度将迄只鸡啊。规只鸡吼，甲安怎呢？从啊甲拖入去即个吼，迄个圳沟的内底，迄个坑内底吼。啊，对，只补充一下吼，较早的上早期的圳沟吼，有诶是无空阿妈头，吼啊有诶有空。你若无怎么拄，就是要讲到即个罗马的生态环境吼。你若无空阿妈头的吼。迄罗马伊会怎啊？伫迄个啥？伫迄个圳沟的迄个内底，迄个石头吼，石头啊，佫有迄个土吼，啊内底伊就会，伊家己有一个罗马坑啦吼，伊会藏咧内底。啊，即摆若有啥物较细只啊鱼啊啦，迄个哦，迄个啥呢？哦，较早毛蟹嘛足济吼。
伊就真正拢会出来吼，食即个物件吼。啊，因为伊像我拄仔讲迄罗麻果，迄有够大只啊！迄若照拄则安尼讲，你啊看，规只鸡哦，规只鸡从安尼甲拖去吼，我伫估计啦，迄上无吼，正经有差不多有四五十斤啦。咱讲的四五十斤是大斤啦吼，差不多有四五十斤重。拄则讲吼，迄个啥圳沟吼，嘛有迄个有控阿妈头，咱较尾期拢有控阿妈头吼。我讲吼，连有控阿妈头，迄嘛有大尾罗麻。啊，你讲老师，啊，控阿妈头罗麻是要美诶搭？我讲哦，迄阿妈头就是控久吼，两片阿妈头吼，红毛头，阮係讲阿妈头啦吼。两片阿妈头呢，相夹诶所在，定着有浪芳对无？浪芳就是迄个尖缝啦吼。两片阿妈头相夹诶所在吼，迄个久来吼，迄个空会真大空。我甲你讲哦，迄罗麻伊人伊家己会开空，嘿，伊就从啊米诶内底，啊因迄大船吼。大船内底迄个早期吼，迄个生态环境足好。我讲迄大船内底迄个较早迄个漆鱼啊，吼，上无拢有四五指大。较早阮迄个算鱼啊，迄个2指大、3指大。即摆人较少会安尼讲啦吼。咱较早人吼，后迄个像手盘遮大啦吼。我讲迄定定都拢去学迄个啥，迄罗麻吼，安尼甲拖去吼。所以讲，生仔要讲做罗麻果。原因就是因为实在吼是足大尾。好，即摆要过来讲，先来讲一句台语谚语啦吼。了后我再来讲即个吼，生仔要做罗麻吼。咱即摆罗麻罗是毋共用罗鱼的罗吼。其实恁斟酌去想哦，迄罗麻是咱即个井水吼，即个井水内底即款大麻对无吼？奇怪，咱用罗迄个啥，用迄个吼。鱼字旁迄个鲈鱼的鲈吼，头啊，恁拄看，感觉讲感觉真正常啊，都是鱼类啊，所以用鱼字旁啊。不过你若斟酌甲想哦，咱研究台语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吼，一定爱甲分别得清楚吼，爱将所有的语词吼，咱会当甲学安怎较到达咧吼，讲吼尽量学伊吼，好安尼吼。准，人，安尼是上好啦吼。我等下来分析罗麻的罗吼，到底是用倒一字较好吼。好，我拄仔讲要来先来讲一句即个台语的谚语吼，或做啥呢？死蛇较贵乌耳麻，嘿，吼，即句恁可能捌听过啦吼。死蛇较贵乌耳麻，吼，即句是啥物意思吼？咱就爱先来讲啥是乌耳麻吼。来，咱会麻烦先从即个啥呢？死蛇较贵乌耳麻，即句吼，咱对，感谢已经伫拍吼，甲拍出来，我豆仔来解说吼。就是讲伫咧较早吼，就知影讲即个啥呢？即个迄个乌耳麻，耳啊耳朵的耳吼，乌耳麻吼，毋是乌耳麻。嘿，对，耳啊，耳朵的耳吼。即摆来讲吼，伫较早吼，就知影讲即个啥呢？乌麻啦吼。因为咱知影即个麻吼，有迄个日本麻迄款白麻啦吼。有即个吼，咱台湾吼原生种吼，原生种的即个乌耳麻吼。即个呢，就是大尾罗麻啦吼。我这么先讲啦吼。是安怎要做乌耳麻吼？即两款的讲法咯，讲互大家参考一下吼。为虾米？我是感觉讲爱先从即个甲讲互清楚，咱对即个啥一个台语谚语可能有法度加吼较深入的了解啦。乌耳麻吼，是安要做即耳啊乌耳麻。第一个解说是安尼吼，因为咱看迄个麻吼，伫伊的啥，伫伊的即个鳍片吼，我顶摆。有伫个面册看到人伫讨论讲做吼，那个鱼类的鳃片对无吼？那个鳃片的台语要怎么讲哈？迄个吼，拄伫遮顺续甲大家讲啊，迄个咱台语是讲做迄个鳍片，鳍就是鱼鳃的鳃吼，迄个片呢，就是咱规片的片，铁片的片，有无？咱较早看铁厝顶悬无看迄个烟片，有人讲烟片嘛吼。嘿，所以迄个鳃片吼，或做鳍片吼，因为咱即个罗麻吼，那特别是鳍片，
毋是规片的哦，是迄个，毋是只字片哦，是金字旁迄个吼，铁片的片，嘿，对，铁片的片迄字吼，铁片，嘿，一个金字旁，啊，佫一个敢若亲像合并的并迄字，片第二条对，哦，正确吼，正确吼，片就是吼，我怎么只想说讲这个片是啥？片就是规地薄薄啊吼，规地薄薄啊，迄个迄个规片的物件啦，像咱讲做氨片、铁片吼，即个拢做片吼，迄个洗解啊是洗片吼，咱台语就是迄个吼瓷片吼。来，我怎么来讲吼？迄个膜吼，恁斟酌甲看吼，伫伊的迄个副词吼，就是咱伫讲的迄个吼，迄个啥实棋吼，还是你还是要讲做赌棋吼，还是赌棋拢会使吼。乌毛的倒刺，伊拄拄生伫个头的后壁遐尔，看到吼，足成两条鱼啊吼。搁讲一遍哦，即个乌毛啊，伊的即个啥呢？伊的即个号做吼，咱讲做倒刺啊，就是伊的副词吼，腹肚滩边有两个迄个啥伫收水的迄个吼。鱼鳍吼，鱼鳍啦，鱼鳍迄个鳍，咱台语读做鳍吼，台语读做鳍。啊，若要简单讲吼，简单讲就是号做吼，迄个吼，你若亲像副词，一般简单讲是倒实啦吼，倒实。啊，因为吼，即个膜吼，伊迄两片倒实吼，啊，拄拄发伫个头后壁，伫个头的后壁吼，相边边啊，啊，看到啥？看到足成吼，即个吼。两条鱼啊，吼，迄个吼很像两片耳朵啦，吼，咱讲做看到足像吼两条鱼啊，啊，因为即款乌毛吼，伊迄两个迄个啥，迄个倒旗吼，啊，就是安尼吼，乌色的，啊，足像迄个啥，迄个两条鱼啊，所以才甲吼出名，甲号做吼乌鱼毛吼，是即个原因吼，这是对伊的迄个哦形体吼来讲做乌鱼毛。第二款讲法哦，是大家可能较少听到哦，毋过确实有一款讲法。第二款讲法是对即个像乌毛色水来讲，伊个乌鱼毛的迄字鱼吼，其实毋是，我怎么讲是第二款讲法吼？就是讲迄字鱼哦，毋是耳朵的耳啦，毋是鱼仔啦，是啥呢？是咱迄个砚台吼，咱迄个较早写毛笔字无爱磨墨，爱抹目对无？啊，迄个砚台，咱迄字砚台的砚吼，读做耳吼，伫遮顺续补充一下吼。砚台砚台，咱一般台语简单讲是迄个啥，迄个目盘嘛对无？吼，咱较早要写大字就知影砚台吼。是咱一般简单讲是目盘啦，啊，毋过砚台是砚，台语是读做耳吼，即个吼，即个迄个爱小可较注意一下吼。啊，所以讲啊，乌耳毛，迄个乌耳是啥？咱甲想过真准咧，就是讲吼，咱迄个目盘招吼，即个耳吼，迄个迄色的吼，迄色的色水叫做乌耳啦，乌耳色啦，因为有乌耳色即个事啦吼。乌耳色啊，因为发觉讲即个毛，咱即个吼，即个乌毛，即个吼大尾鱸毛，迄个色水吼，甲迄个乌耳哦，迄个吼乌耳的迄款目盘哦，真活，所以甲号做乌耳毛，是讲为伊的色水吼落去号名的吼。啊，即只吼，反正有即两款讲法啦，啊，提供大家做参考啦，啊，恁着看讲，恁拢会当家想看觅，看到底是第一款的讲法吼，较瓦达吼，较瓦达讲比较贴切啦吼，较到达吼，也是第二款的吼，其实嘛有可能吼。好啊，即马吼来，即马咱来讲即个啥做丝蛇较贵乌鱼毛吼，即较早讲讲即毛真补，啊毛伫较早吼介绍过拢足悬足贵的吼，啊。啊，伫个吼平平安尼吼，迄咱伫讲龟尾有无吼？龟尾蛇伫个较早吼，其实嘛有人食啦吼。但是迄蛇的介绍吼，甲毛的迄个啥介绍，迄差天甲地咯吼。啊，迄个而且迄个啥，咱伫讲的吼，虽然拢是两白质嘛吼，两白质就是蛋白质吼，
但是就是讲，咱伫咧民间的即个观念内底，迄麻是大宝，啊那蛇咧，蛇咱较早就知影讲，迄个像较早花西街、花西街遐去刣蛇有无？迄蛇一般是吼，咱讲若皮肤无好有无？较敖生头发尾、生头发耳的吼，即款的吼，讲去食蛇肉较清啦吼，这是较早捌定定听过。啊，所以讲吼。伫咧较早吼，蛇的介绍、蛇肉的介绍甲麻吼是差天甲地啦。简单讲话讲，蛇肉真俗啦。啊，即个吼乌麻，特别是即款吼，迄个大尾鱸麻，即吼，迄是足宝，所以介绍吼真贵啦。啊，你即个死蛇意思就是吼，伊这是做一个啥真强烈的一个比喻，就讲一个比较吼。就讲咯，你这毋若是蛇咧，佫是迄款吼死蛇啊，死蛇吼，咱知影死蛇迄咱讲诶，安尼臭烘烘吼，迄死蛇吼，伫咧较早人咧安尼闪甲袂离吼。迄个死蛇意思讲吼，无效诶物件吼，迄个真粗俗吼，诶无效诶物件，啊要甲即个麻，迄个袂比哩吼啊。所以讲，伊即个死蛇较贵乌鱼麻诶意思，个小可有迄个号做啥？家有哦。匕首对吧？吼，想值千金啦。意思就是讲哦，将迄个卡烧货吼，啊当做金珠咧卖啦。卡烧货就是咱伫讲的劣质货，还有做卡烧货哦。卡烧是卡皮的意思，所以吼，将啥？将即个卡烧货甲当做吼金珠咧卖，这当然是吼，迄袂使安尼嘛吼。啊，所以即句死蛇较贵乌鱼麻的意思就是讲吼，迄个吼。啊，无效的物件，佫要共卖甲遐贵，也是讲迄个吼无效的物件，佫要摕出来点啦吼，是有即个意思吼。好，啊，感谢吼，感谢，我有看到吼，咱每君将即个卡扫两字拍出来吼。卡扫意思是，就是咱拄仔讲卡皮啦吼，所以卡扫货就是遐吼粗俗啊货，而且是迄款吼足歹的迄款粗俗货，叫做卡扫货哈。好来，即马吼，咱即马迄个。重点哦，要开始来讲吼，讲老师讲半步，还未讲到迄个啥啊？是安怎后剃头刀吼？你这是毋是迄个登山过海三支刀对？派三支刀，加刀、菜刀、剃头刀，啊，这个麻吼，咱即马咱讲迄个罗麻骨有无？大尾罗麻甲剃头刀啊，甲恢复什么关系？好，要来讲来。要讲到这进前吼，啊，先讲好做这个啥呢？吼，罗麻吼，罗麻迄是罗吼，到底是倒一字啦吼？其实吼，若照研究起来，罗麻迄字罗啊，应该就是罗德的罗才对，卢族啦，罗德的罗是安怎呢？我讲互大家知影吼，伫个早期啊，咱。台湾哦，亲像咱个山坑啊，有无？是讲我拄讲圳交哦，其实咱台湾早期的迄个生态环境足好的，迄麻吼通啊大较足大片尾吼，啊，所以讲吼，即个罗麻有一个吼习性吼，怎么要讲的这足重要？因为有关吼，生要做罗麻，应该是罗德的罗，迄是较对的原因要讲啊吼，因为吼早期吼。即个大尾罗麻吼，啊，因会安怎？因足爱食即款罗德的幼干笋，这你去查资料，就查会到吼。这毋是我家己编的，我讲过，就是讲我讲台语课吼，我会认一部真啦，因为我拢尽量将较早吼的生活经验，较早有听过的吼啊，实实来甲大家做报告安尼吼。因为我感觉讲吼，安尼讲的物件吼较实啦吼，咱咧讲的。迄个安怎呢？较有迄个理路啦吼。来，即马讲到大尾罗麻吼，我讲你听，因迄个毋若会密伫水底哦。做讲你即马即个吼水窟啊边吼，也是讲拄吼即个啥呢吼？溪边吼，迄较有较乱花，就是讲吼，迄溪的迄个溪墘吼，伊若是迄个有诶吼，有诶土较济迄款乱花，有诶所在会发啥罗德。吼，罗德啊，即个麻吼，伊是足爱食迄个罗德的幼干笋。罗德的幼干笋就是啥？罗德迄个发出来迄个新尾啊，迄个幼影
吼，伊足爱食罗德的幼瓜笋，这资料找着吼，这资料找着吼。啊，这个大尾罗麻吼，因就是讲吼，毋若伫水底讨食，吼，毋若伫水底讨食，罗德若发幼瓜笋的时阵吼，这有一个时期哦，罗麻拢知影的。我甲你讲哦，因会旋出来吼，旋出来这个壳啊，旋出来准高吼。啊，咱即马迄个罗德是毋是会发伫个即个岸边着无？精彩哦！我讲罗麻竟然会规尾缩起来，规尾麻缩起来，即个啥溪墘吼，溪墘也是讲咱即个像阮遐吼，阮遐迄个有迄个叫做吼，迄个水坑啊吼，水坑啊边哦，吼啊，伊个就是已经怎么是缩离啥，缩离即个水面吼，啊会起来啥呢？起来食即个吼罗德的幼干尾，吼食罗德的幼干笋，就是食迄个罗德心尾啊较幼的即个吼，啊所以变做讲吼，啊伫较早逐遍若看到即个麻吼，拢会缩起来食罗德吼，卤煮吼，即个啥会幼干丸吼，所以逐个讲啊这都专门伫食罗德的即幼干笋，总啊甲号做罗麻吼。这是恁会当去查资料吼，所以讲这是会有迄个根据通科考啦吼。所以若斟酌甲想是安尼较有道理啦吼，安尼较有道理。安怎讲呢？因为你用迄鲈鱼的鲈吼，是甲讲有一个迄个鱼字旁尔嘛，有无？一个鱼字边哦。啊，其实呢，甲迄个麻吼，迄个无啥斗搭啦吼，无啥斗搭。好，啊，怎啊来讲到这个吼？所以这只是甲大家分享一个吼。这个生物的习性，吼，爱食啥罗德的这个幼干尾啦，吼，所以才甲号做罗麻吼。啊，即马搁来讲吼，这个甲恢复剃头刀什么关系？原因竟然是安尼哦。这嘛是较早吼，我确实是听人讲哦。啊，较早的人哦，看到讲这罗麻吼，遮大尾，吼，啊你见真吼，伫水底要甲掠吼，无遐简单啦，嘛恶掠吼。啊，人讲吼，人精吼，你捌听过人精？意思是讲吼，人介巧啦，所以咱较早咱即个台语话有无？定来伫讲做人精吼，意思讲人真精啦吼，亲像妖精遐尔啊精着，对啦，人精啦，吼。人讲咱人精啦吼，啊尾啊，竟然去想着吼，要安怎去掠即款大尾罗麻呢？就讲你若毋落水吼。既然利用安怎？利用伊即款习性，会爬起来食吼，会爬起来食幼干笋的即个习性吼。来，我讲互恁听，因会为即个啥有发幼干笋吼，因都会去寻咧吼。即个寻就是寻产水的寻，来去寻找，会去寻即个吼，是毋是有迄罗麻吼，迄个烧起来迄个分子啊？因为吼罗麻有翔。吼，咱知影麻啦，吼，河流拢有一根翔，对无吼？咱即马到底用即字翔吼，就写一个迄个啥水字旁吼，啊，搁一个迄个平常的常吼，即字叫做翔吼。咱河流啦，麻拢有翔吼。啊，即马来看讲，即个所在吼，迄幼干笋发感谢吼，水拍出来吼，即是翔吼。啊，即个吼，发觉讲，即幼干笋的边啊，即个吼。遮哪有感觉有迄个吼麻烧过迄个翔吼，留伫遐吼。讲到即个翔吼，来我补充一下，因为共款甲生态有关系吼。我简单补充一下吼，咱台湾有一款蛇叫做盾头蛇吼。即个伫个国际上足有名，因为伊算讲吼，若是台湾的泰雅盾头蛇吼。算是咱台湾特有的吼，因为伊伫个生态演化顶悬呢，是吼会当讲迄个真特殊吼。即款盾头蛇吼，因专门食两款物件尔，倒两款物食咧，物食就是迄个吼物件物食物的食啦吼。因敢若食迄个鹿梨啦吼，鹿梨啦，有人讲鹿梨吼，甲迄个叫做吼烂旗吼，烂旗即个鹿梨吼，甲烂旗吼，咱知伊的身躯拢有翔对无？所以即盾头蛇真巧咧，伊个会安怎？会迄个吼顺即个吼鹿梨
啊是即个烂旗扫过的所在，是毋是有一烟墙对无？因会顺即个吼，即烟墙哦，啊去找即个啥，去找即个路犁吼，来食吼。啊，拄啊讲伊生态上吼，是迄个伫咧国际上是一个啥真特殊研究的迄个原因是即款盾头蛇吼，而且足深色的。我来讲哦，伊吼伊盾头蛇的喙齿吼，正边的喙齿吼，发比倒边较侪齿吼。这真深色吼。啊，过来吼，过来就是正边的喙齿吼，嘛加真大齿。啊，为虾米这个吼偏偏是喙齿那正边较大齿？因为大部分的螺仔类吼，拢是啥正西，就讲螺仔壳迄个枯西的方向是正西吼，就是顺时针尖啊正西的方向。啊，所以讲这船头蛇吼，经过几落吼千万年的演化，为着要食即款吼，正西螺仔壳吼，所以伊正边的喙齿都发较济齿吼。安尼正慢倒船甲啥，甲即个螺仔肉甲迄个吼，甲拖出来食吼。好，啊，咱怎么讲转来，咱即个啥，咱即个号做吼，即个大尾毛吼，扫过所在是有想对无？吼，啊，咱讲咱即落人吼真正啦，啊，那个掠恁敢知影？来，即摆要讲啊吼，伫因巡过即个骹路吼，甲带啥，真正甲带剃头刀片，吼，如果爱用着拄好迄剃片迄时吼，就是迄个刮胡刀迄个刀刃啦吼，伫伊扫过迄个水路甲带剃头刀片吼，啊，迄个片爱安怎带吼？爱迄个吼倒正带，就是讲吼。刀片的方向吼，爱甲即个麻扫的方向吼，爱拄倒边啦。就是讲迄个吼刀片吼上来所在吼，爱对准麻要扫过的迄个啥，迄个烧钱的方向，迄钱就是井水的钱吼。啊，我讲吼，啊，即个麻因为顶悬有一烟墙对无吼？有当时啊吼，因为有烟墙甲保护。所以无一定会去互剃头刀吼刮着，啊，所以咱人啊，拄则讲人精其实是足夭寿的吼。以生态来讲吼，竟然都想一步啦，国家迄个啥呢？即个带剃头刀片吼，迄个所在佫共野火呼啦，吼，这拢是我较早捌听人讲吼，将火呼甲野伫个吼剃头刀片顶悬，吼，安尼即尾吼大尾。罗麻若扫过时阵吼，迄火夫吼会摄摄，咱知影火夫吼，咱知影吼，迄是碱性的吼，迄是碱性的吼，所以吼，我会讲吼，迄麻若从安尼扫过吼，到去烟墙啊，会去互迄个啥，会去互火夫吼，算讲料啊甲洗掉，啊，想洗掉了后呢，剃头刀出来吼，就会迄个啥呢，规个个拢甲挂甲流血流滴。吼，啊，人佫较巧吼，伊即马吼，迄麻若甲挂甲流血流滴的时阵吼，伊着伫边仔吼，安尼滚轮转滚，安皮扑跳，迄当阵才有法度甲掠，要若无吼，你看着伊虽然讲扫起来，你若要搁去甲掠，伊嘛唰一个吼，啊一个着骨一个骨溜，搁落去水内底，你搁掠袂着吼。所以这是较早吼，人伫讲吼，迄个真老辈，因为知影讲吼，要掠罗麻吼。除了咱拄有一个影片有放迄个叫做网啊吼，啊去迄个水底长吼，迄咱讲长罗麻吼，迄长就是张开的张迄字吼。除了用即部了以外吼，啊佫有一部吼，就是罗麻，若要烧起来吼，迄个食路竹的即个肝尾笋吼的时阵呢，佫会用剃头刀吼，剃头刀片吼。甲迄带真侪片，毋是一片尔，一片无够。迄爱带伫几落盐吼，啊，甲带土底顶悬野火呼吼，啊，互即个罗麻吼，安尼烧过了后吼，啊，迄个呢吼，去迄个火呼吼，将罗麻肠吼，甲迄个算讲啥，甲洗起来了后呢，罗麻吼挂甲流血流滴啊，滴啊，迄个皮扑跳吼，啊，安尼要掠甲较有可能掠会着啦吼。啊，伫遮吼，听起来是真残忍啦吼，但是咱怎么话讲倒转来吼？咱
有一个重点是咱迄个吼爱去思考的，讲吼为虾米较早吼嘿无毋对真粗残啦吼，咱俊杰老师讲安尼做得真粗残。咱这么有一个重点就讲吼，是安怎吼？较早生态环境吼，会当有即个吼膜吼安尼遮大尾，是毋是代表讲较早生态环境真好吼？而且呢吼，你甲看，佫互咱人拢定来去寻着有无吼？会去寻着讲佫会当用即款吼，敢若较粗残的方法吼，来去掠即个膜。即马吼，讲实在，即马呢有真侪生态吼，因为咱即个吼农药的使用吼，佫有即个啥呢？粪扫吼，粪扫佫地下咱伫讲的吼工厂的化学水吼，也是讲一般的垃圾水的即个排放吼，我讲其实迄规个吼，迄影响的层面真宽。安怎讲？因为迄款吼化学水、垃圾水吼，你甲想，迄若规个落来。哦，不管你大尾细尾，是毋是规个拢透死了了？所以讲吼，真侪方面啦，就是因为即个吼生态环境的改变。例如讲，即马吼，像拄则咱咧相片看到，迄是吼，我伫迄花莲遐看到的嘛，迄是讲伫即马迄个山坑啊有无吼？山坑啊，也是迄个吼较无污染的即个吼溪墘，甲看会着讲，抑佫有吼迄个吼遮大片的即个吼罗曼果，抑若无普通啦吼，普通的即个就讲普通的即个溪啊吼，其实加减啦吼，已经拢受着啥？受着即个吼污染有较严重吼。好，来，即马过来讲吼。拄则我有讲做要甲大家讲做即个罗麻吼，佫有参川，佫有鳝鱼，这安怎分咯？即只吼，我来甲大家讲一个做一个比较了后吼，咱甲来吼，因为要讲的足济吼，咱甲互大家来即个问问题吼。即个咱先来小解一个词吼，一个词叫做参川啦吼。即个参川，即个到底是啥物物件？到底是毋是麻，抑是鳝鱼咧吼？我直接讲吼，参川即个吼，咱的教典吼，还未收吼，还未收即个词吼。歹势，我直接规去先直接先问者，我看即个词还佫有偌济人知影。恁捌听过讲参川吼，就是共款一款咱正水麻啦吼。迄个恁捌听过？麻烦举手者，我看还佫有偌济人捌听过参川即款话物啦。哦，班长捌听过，厉害哦。晓玉啊有吼，来哦咱迄个呢，举手的并无济吼，这代表啥？这代表讲吼，咱这个语词啊，台语的语词哦，迄个一定爱甲传承哦，若无吼，愈少人讲哦，伊个真正豆豆会无去吼。参川吼，甲大家报告吼，伫个台日大词典有收参川这个语词吼。伊伫个顶悬，伊个直接解说讲，就是一款正水麻吼，定定会出现伫个较早吼，要较少用农药啦吼，较少用农药，也是讲咱个除草剂、滴头草吼，较少的较早期啦吼，就讲咱个生态环境较好的时阵，还佫定定吼有迄个参川吼出现吼。好，即个参大家较有兴趣，应该是参川到底要安怎写吼？有诶，伊是安尼想啦，伊讲参川，即川敢若有变调过，第一调会变做第7调吼，所以有人伊是用迄个写挑手旁，搁一个1千2千的千，迄个爬川的川有无吼？迄个爱想讲变调起来是迄个啥参川拄好，但是台日吼，咱台日已经直接就是用一个，我感觉即字是应该是真正确啊，就是一个虚字旁哦，搁一个旋啦。旋转的旋吼，旋来旋去的旋即字吼，来麻烦咱怎么将即字甲拍出来？一个虚字旁吼，搁一个迄个旋旋转的旋，即字毋知拍出来，但是我查台字吼，伊顶悬直接有即字咧吼，即川第7条吼，好我怎么直接讲哦？参川是一款吼，甲麻甲即个罗麻吼，要挖的即个啥？
共款是正水麻吼。毋过吼，我甲你讲吼，伊诶喙抑佫有尾较尖，啊，喙甲尾较尖来讲吼，啊嘛不止啊生即个啥鳝鱼吼，啊有人讲餐串就是鳝鱼，啊毋过我有哦，感谢咱玛莎老师已经将餐串拍出来吼。我拄有看到伊迄个伫迄个群组有拍出来，来我甲大家报告吼，餐串确定毋是鳝鱼啦吼，啊到底是倒一款正水麻吼？迄个即摆嘛真好看到吼，就是讲遮如果吼，甲咱生态有真大关系，也就是讲你看过去餐串即个词吼，定定咧用，代表安怎？代表伫个吼40-50年前还佫有餐串，啊，因为即摆生态环境无好吼，即摆种做你讲田尾内底有餐串，咱伫讲真正是无啥可能啊吼，所以呢，是毋是即款餐串已经吼，咱伫讲已经灭种去啊？吼，已经吼灭种了吼，啊，这就是即款真大诶，即个啥生态诶，即个吼危机啦吼，啊，即个所以即马就是甲大家小解讲餐串，咱即马就是写一个鱼字旁，搁一个迄个吼旋来旋去诶旋吼，啊，即个吼，即个是咱台日大书店顶悬直接诶用字，嘛是正确，我是迄个建议，这是正确诶用字啦，因为即字吼，伊迄个旋吼。咱台语会讲做安尼，串来串去哦，足有可能，因为迄串是白话音啦，串是白话音，所以是真有可能就是即字吼，餐串。好，过来就是要甲大家讲，真正有罗马餐串即个台语的语词。来，咱来讲哦，迄个即摆要讲罗马是迄款流氓有无？耍流氓哦，迄个咱伫讲兄弟人吼，迄罗马迄款的吼。啊，咱较早吼。较早有一个台语词吼，叫做啥呢？罗马田川，罗马田川的意思是讲吼，迄个吼，迄四界伫做罗马吼，啊，迄个吼，拢伫共捞吼，伫共迄个啥敲诈勒索，迄做罗马田川吼。来，我举一个例哦，互大家听吼。像讲较早人咧若要嫁翁吼啊。迄个呢，伊总会先探听对方，看对方这个查甫的吼。较早是较无，咱讲真个，较早人无一定讲会注重讲对方个真有钱，其实哦，注重对方爱死骹小，有无？咱定定遐讲做死骹小，爱死骹小，轻拍拼，吼，安尼就好，嘿啊，啊，生做有缘投无缘投，其实迄无要紧，一定爱死骹小，轻拍拼，吼，安尼才吼，安尼才会照顾无。即个啥某囝对无？啊，所以讲哦，较早若即个要找查某要嫁翁，要找查甫吼，啊，就定定讲，恁都爱去探听好势哦。迄对方哦是嫌是好，你都抑阁毋知咧吼，对无吼？啊，你若去拄着迄款罗马田川的吼，啊，你即世人毋着迄个吼，迄个煞算讲做乌有去吼。你若拄着罗马田川的，好来，所以你遮小解。即句足重要的语词吼，所以你会当看到咱的台语，就正讲有将罗马甲田川吼，即两款吼话物啊，甲斗做伙，正做一个形容性的语词吼，正做一个形容性的语词，所以讲做啥做吼罗马田川吼，就是我拄则讲的吼，毋拍拼吼，安尼死坐活食吼。迄个呢吼，要四界吼去共敲油，四界吼去做歹囝啦，这叫做罗马田川啦，吼。所以这个语词啊，实在是太重要了。好，咱时间的关系，老师歹势伫大家问，因为咱问会使问真久，毋过咱先来翕相嘿。好，佫有麻烦大家吼，咱来方便将镜头开出来吼，咱拄。足感谢有这个时间，能通做伙来翕相一下。嘿嘿，毋过我袂记甲老师讲，我看卖咧，迄个资讯，若有知影老师上课资讯，会使甲我搭去迄个资讯，咱来确认吼，咱先来翕相吼。咱翕了，咱若问题，就会使撑较久，咱先来翕，大家甲镜头。嘿，把镜头开，对。我讲素颜足够注意的哦，嘿哦，佮比一个哦，即个吼安尼介活泼的即个手势啦，感谢。我拄即只倒通啊吼，
会当看到哦，我看到志豪兄啊，感谢感谢啊，志豪兄是咱台语的吼，即个老前辈吼，足感谢咱志豪兄定定吼有分享吼足水气的台语吼啊，过来你对迄台语的看法嘛，拢足点点吼，真端正，足赞的哦，感谢吼啊，今仔拄有即个机会哦，佫有看到朱红哦，咱朱红感谢你，感谢你哈，感谢咱哦，朱红兄，感谢感谢哦。歹势啊，有诶吼，有诶是第一遍见面，迄个看到吼，真欢喜啊，真欢喜哦，梅君吼，感谢感谢，真欢喜吼，哦，好，来，咱下边诶即个哦，时间咱吼，翕相，只能大家笑，嘿，翕好啊，翕好啊，嘿，好，感恩好，多谢大家。真好，多谢大家。来，你即摆在问问吼，题，嘛使讲继续补充啊？嘿，对。好，来，迄个歹势第一条问题，我先问大家一下，我拄仔讲的迄个罗马田川这个词，你捌听过？麻烦举手一下，我想要了解讲这个意思吼，还佫有滴滴无？罗马田川捌听过？麻烦举手一下，我看有偌济人哦。上无哦，即摆有3、4个啦，捌听过罗马田川。我讲的毋是罗马甲田川分开，是规个讲吼，你即个人吼，迄吼，咱即个嘛讲做吼，安尼罗马刺川啦，其实正音是罗马田川啦，吼，罗马田川。好，来换恁问，感谢。啊，咱来研究吼，罔开讲啊，真趣味啦。好来，你直接讲，咱莫拍开，会当直接讲。免点名，咱麦克开就嘿。啊，对，麦克甲开开，直接和大家来迄个开课讨论一下。爱给你开麦克哦，阮才有听到声音。其他人若有问题，就问问题嘿。我看到俊哲老师是讲印象中安怎来，马紧你直接问袂要紧来。是咱要斗分享、斗补充，足欢迎的。我是讲，我敢若印象中捌听过阮阿嬷细汉时捌听过阮阿嬷敢若有安尼讲啦，罗马田川。有吼，好，感谢你的回应吼，这个回应足重要。为虾米讲重要？就是讲这个语词，毋若伫阮遐有伫咧讲，咱包围嘛有咧讲，安尼代表啥？代表这个语词是一个吼，伫咧较早一个吼，真侪人咧讲的语词。啊，较水的，就是讲较早对这个啥，对这个台语的用字无遐注重对无？啊，所以吼，拢是靠这个吼音伫传吼伫讲，所以这是会使讲吼上大土大地啦。大土大地就是接地气啦，吼，接地气的意思。所以讲罗马田川这个词正经甲学起来，正讲是一个吼接地气的一个意思吼。来，继续。看恁要分享啥、补充啥，拢会使吼。老师，我要问讲，你讲剃头刀啊，为着讲要会使挡着即个罗马果吼，啊，伊讲伊用啥物正细？嘿。哦，咱拄仔讲，你若用长的吼，就是用网啊吼，伫个水底吼，迄个做迄个做用长的吼。我拄仔讲吼，迄剃头刀吼，迄个做啥呢？迄个做吼，台刀剪。台就是迄埋葬的埋啊，颠倒头的倒吼，啊，迄钱是井水的钱啊，台倒钱，也是讲做倒井台嘛，使台语是安尼讲，就是剃头刀的刀把吼，迄个刀面所在向麻要旋过来的方向，啊，向迄个方向，安尼麻旋过啊，吼，啊，对吼，台倒钱，对，啊，迄个钱呢？是会当用迄个吼，咱蚵仔鱼浸水的钱吼，因为迄个浸水的钱的意思，就是迄个啥呢？逆向啦，嘿，会当用蚵仔鱼浸水的钱，迄时吼，台倒钱。老师，敢是我因无即个钱，还是敢有着倒钱？敢是即个钱？
有哦，有啊？浸水的钱哦，啊，搁有哦，迄个老师写的，准老师写的是讲，嘿啦，台一嘿嘿本正写台啦，嘿，哦，感谢咱的补充，嘿，无毋对，台岛钱，吼，正确就是安尼吼。迄是较早的人，较知影讲哦。所以你这么想着讲，较早有遐大片的路幕，迄个生态环境赞。秀琪老师来，嘿，我要讲，我旧年，阮兜有断着，几啊只路膜是迄正水的，啊，真无好断。啊，迄个你读书啊，因为我较慢入来，我一直袂当入来上班上线。啊，读书啊头前，你迄个班长啊，啥物人会使搁刷一个迄荧幕无？我有看你讲哦，正水的安怎？正水的路膜，因为阮翁讲，若是咱咧做迄个日本料理迄种鳗鱼饭吼，迄种用做白馍。啊，阮这啊吼，对阮这较对，乌生。咱拄则有讲，嘿，迄白膜，迄日本膜，啊，迄无法度甲足大圈买的。啊，咱的咱即款吼路膜，就是讲会食即款啥，迄个路德的迄个幼笋啦吼，即款的哦，会当上啊，大吼，上大嗯。到40-50斤，还佫无问题。啊，我看着你写，你讲到尾也是讲你讲参川迄骨嘛会遮伫啦。啊，我这样就要讲迄麻，迄阮是伫溪，所以是正水，啊，毋是咧做鳗鱼饭迄，伊迄骨嘿，袂遮哩，伊迄刺嘛是幼幼啊，但是也无法度，阮若顾迄个煮的吼，甲滚发色的，刺嘛是爱紧掉啦，所以骨甲刺拢无得食，嘿。啊，上大尾的应该是差不多掠甲斤外伫要2斤啦。爱麻足厉害，足歹，伊真会，咱讲田螺甘水的过冬，迄麻你甲放伫涂骹，伊足耐哦，伊嘛会使冻足久的。伊会啊，等下你无可能就找无伊，伊咧扫来扫去，嘿，伊涂骹会使无毋对，冻足久的。我讲迄麻吼，其实麻伊迄个想，伊本身吼，嘛会小可会像毛花安尼小可会浮泡吼，伊就是要互迄个啥呢？互即个吼，胶带吼，咱讲迄个酸素迄个吼氧气啦吼，会当抑佫会当来使用。啊，拄则老师有讲着一个号做迄个麻的骨吼，咱即马拄头讲，迄个伫个分类顶悬吼，我即马补充一个，迄个鳝鱼甲麻吼。到底差伫倒位吼？鳝鱼是毋是有算麻吼？来，我这做一个足简单的补充。伫咱生物的分类吼，有分做吼钙、锰、钢、钼、钴、硒、锭、质、七坎啦吼。啊，麻甲鳝鱼拢是动物界吼。啊，质素动物锰吼，啊内底的质素动物亚锰吼。啊，共款麻甲鳝鱼拢是啥？拢是硬骨吼，硬骨刚的即个鱼类吼。可是讲伊个骨吼，毋是像鲨鱼，鲨鱼是毋是软骨的吼？啊，你看像鲨鱼、航仔鱼，即拢是软骨的吼。啊，若是咱普通吼正水的即款鱼啊，拢是硬骨的吼。海水嘛足侪硬骨的吼。好啊，即马就是要甲大家讲哦，麻甲鳝鱼伫咧倒位甲分开咧，我来讲哦。伫咧即个吼钙、锰、钴、钼吼，伫迄个钼遐个分开啊。可是讲哦，麻吼，或者吼麻类钼啦，迄类就是类鱼吼，类鱼有无？啊，规尾花里花落迄款的，叫做类鱼吼。麻是吼麻类钼，啊那鳝鱼呢，叫做吼合翅鱼钼。合就合起来合吼，翅就是迄个鳃片的鳃吼，啊，鱼目就是鱼啦吼，所以来，即只甲大家补充一个生物的分类上，麻是吼，迄个吼麻类目，啊那鳝鱼是吼合翅鱼目，因就是伫遮吼分开的，啊头前拢共款啦吼，这是迄个麻甲鳝鱼伫个分类顶悬的迄个差别啦吼。好，过来。看大家敢抑佫有啥物问题？而且我补充一个，好，多谢。麻鱼饭伊的迄饲用食是因为伊有处理过，所以饲伊应该是本来嘛是定的，
是毋是因为伊讲阮连食伊麻薏饭，伊麻薏就是饲就是软诶，毋是安尼。啊，过来就是品种诶问题，是遮诶麻薏其实因拢是正水诶，但是因要生炭迄时阵，因拢会收去大海内底，啊对对了伊伫迄深沟遐，就是倒一个海诶，伫深沟诶是某一个所在，啊因交配啊是啥安怎，了后因细只鱼仔较收转来，啊个变阮即马讲诶迄掠麻仔，啊因就佫会收转去正水遐，啊白麻是一个品种，啊佫其他诶麻，啊因拢是会安尼做。啊，但是你若伫麻仔内底收罗麻仔，伊就是麻仔摕着伊就是较无价值诶。啊，但是你就基本麻，迄就是靠价值诶，嘿，伊价钱较好。啊，我佫补充者就是，即两工仔有迄新闻讲，欧洲有讲要拍算要甲这麻诶这进出口，因为这麻愈来愈少，所以伊想要甲伊当做一个是较伫咧名单内底，就是吼，伊伫咧买迄时爱较注意。啊，日本就抗议，因为讲伊安尼伊诶麻鱼，伊诶大部分拢进口诶，拢进细只，伊安尼伊可能会变贵，伊就无麻鱼饭好食安尼，所以伊就抗议啊。嘿，这最近新闻就讲着这麻鱼这部分，其实伊即摆诶生态啊状况，伫欧洲啊啥，其实有诶状况无啥好安尼。嘿，这是我补充。足感谢哈，咱阿斌老师呢，即个啥咧补充即个时事啦哈。啊，我直接嘛补充一个，咱迄拄则讲迄罗麻有无吼？迄伫个2009年吼，2009年进前是咱台湾是甲列做吼保育类诶即个吼动物咯。啊，毋过2009年吼诶时阵呢，就是吼生物。就是讲有聘请遮专家啦，搁去迄个搁去评论科考啦，就讲吼，因为伊尾仔生团诶数量嘛已经有够，过来就是讲吼，即款罗麻吼，毋是咱台湾诶特有种吼，啊，根据即两条吼，所以伫咧2009年已经将罗麻甲改做即个啥，毋是保育类诶即个吼动物吼，啊，伫遮呢，甲大家补充一下。潘生，我2009年解除，已经毋是保育解类啊，除吼，是哦，解除。哦，潘生，我进前袂使掠咧，啊，即马是无问题啦，嘿。歹势要补充啊，白记啊，本来我是讲是阿婷这个时间啊，啊，毋过伊就减掉啊，就是迄个带头做生态教育这个处啊，讲台语吼，啊，伊拄啊好减掉啊，收声，我白记讲啊，我即马来补充一下，因为有人可能是伫迄个活动点入来，好，我先解说一下，嘿，以上，啊，继续。敢有人要问问题嘿？嘛紧，咱迄个吼，尽量迄个利用即个时间吼，就讲看你要补充，还是讲含大家吼，迄个啥呢？迄个讲一个拢足好诶啊，咱借即个机会吼。老师，我佫问一下，你安尼讲，我想讲害啊，若去掠，甲人保育类掠起来就害。因为阮有掠着罗麻以外，真恶掠啦吼，无真济，佫有迄个毛蟹，伊是迄个外来种日本龙螯蟹。啊，伊头拄仔迄阿斌即个是即个先进，伊有讲着吼，无毋对。即个毛蟹毛我毋知影呢，啊毛蟹阮阿公足清楚，伊就是。遮伊伫遮大只，毋过伊会扫去甲迄个大肚溪遐，伊甲鲑鱼拄仔颠倒柄啊。鲑鱼是去迄个山顶吼，较送药吼，生卵啊，才佫落来迄落。啊，这日本龙螯蟹应该毋是保育类吧？伊我来做，伊是伫大只来遮，啊，伊爱转去甲大肚溪遐，就是伫新港啊，所以遮足远诶，渭南岛这安怎行过，我毋知，我想讲。爱去新港遐个找看觅，啊！我请教老师讲，安尼日本龙螯蟹敢是保育类诶？即个吼，即个爱查，歹势，即个无法度直接甲你回答嘛。有这是毋是保育类诶吼？即个真正爱查甲知影。伊毋是保育类诶，
伊迄毛蟹毋是有容易食嘛，保育类啊，落去互掠去，所以毛蟹是毋是保育类？但是伊要落去海，是因为我是会记是要去放卵，我小可袂记咧，伊若是要去放卵，嘿。落去海还是啥？伊若是嘛会爬转来，就是讲伊的细只嘛是会伫海边啊安尼爬转来。我可能搁较查者，因为一寡虾啊，金啊，伊嘛会惊像即种方向，就是讲伊嘛是细只会伫海边啊咧开始弹起来。所以你有定去伫海边啊，你有看迄足细只，迄生态足好，你看足细只迄螃蟹安尼，一阵安尼。足恐怖啊！一阵足细只，足透明足济，伊会爬转去，爬正水，就开始搁往里顶安尼行。我会记这毛蟹嘛是这个方式去行，嘿。伊即种虾啊吼，大只的时阵，迄毛吼真较两个后的毛真济，有一种你讲细只，迄个落屎虾啊，迄无咧食，迄嘛是伫迄个田边的，迄较无水较无遐大条，迄狗仔会看着，阮拢讲迄落屎虾啊，这就是。毛蟹淡水的，我知，伊有讲我讲的细只真正是伊足细只，迄细只到你可以透明的，足细的安尼啦。你真正你会用去查网络啊，因为我一时无补充迄部分的，但是就是我会记伊毋是外来种的，伊只是即马即个是别人嘛有，遮嘛有安尼尔意思尔。所以因为伊是大海过来，还要弹起来。所以像你东部，你的野溪啊，是啥？因就像安尼，你像即伊的迄卵啊是啥？伊就探食来的时阵，伊就爬转来，爬正水安尼爬起哩。所以有一寡区域拢是有共款的物种，嘿，所以这我无查收清楚，但是我会记伊那毋是外来种，伊是那已经足久啊，只是伊讲叫日本啥，但是。无代表迄名叫日本，就是日本来的，是因为伊先号名的时阵是叫号日本啥，嘿，还佫有一种鱼啊，红头不拉鱼啊，伊迄是日本秃头鲨，你免讲迄日本来的，伊迄是伊号名叫日本秃头鲨，但是伊迄落是嘛是像安尼啊，伊红头不拉东部就是。红头不拉鱼就是安尼，伊就是透明嘛，是安尼伫遐爬对溪仔安尼起哩，伊迄落细只啊，透明安尼。嘿，阮科学哩明明这部分的时阵，有当时是看象形河，所以伊会号迄边的名。所以无一定是讲伊就是外来种安尼。嘿，我补充者，我会记毛蟹毋是外来种。好，来，足感谢吼。来，咱还佫有人有问题无？像我补充一个，拄则讲到迄毛蟹要生的时阵吼，一般吼时间是伫迄稻啊吼，稻啊烂花的时阵。啊，像伫阮遐吼，即马稻啊若烂花吼，对，讲到即个，我即马才想到，迄较早生态环境较好的时阵吼，迄个稻啊无铺农药吼，稻啊若烂花，迄个稻啊花吼。有当时啊，伊就风会吹着无像你若吹迄个圳沟内底吼，毛蟹啊，伊真正会爬起来吼，要食稻啊花，这是事实吼。连毛有当时啊，因为吼大尾鱸鰻吼，伊看到迄毛蟹要爬起来食迄个啥稻啊花吼，伊就顺这个时阵，从直接吼去迄个啥，去甲迄毛蟹规只甲吞落去吼因为毛蟹嘛是踮咧空底啦，毛吼无一定食会着啦，伊就趁即个毛蟹要爬起来吼，食稻啊花的时阵吼，伊拄通来去甲伏去安尼啦吼，所以这是稻啊若烂花吼迄个啥呢？毛蟹吼，真正会烧起来吼，要食稻啊花嘿，这补充互大家吼。这我伫个我有一篇较早写一篇迄个啥。或做新诗吼，或做稻啊若烂花吼，即篇诗顶悬吼有讲到即段吼，讲到即段即个吼，稻啊若烂花吼，毛蟹会爬上花吼来食稻啊花。咱敢抑佫有
对这个麻还是啥，有人要搁补充无？无我来请咱志豪兄，你即摆搁伫线顶无？哦，我伫都市大汉的，对庄脚较无了解。安尼吼，因为我顶解印象中，咱志豪兄你所讲的拢足斗大吼啊，迄个讲甲足好诶。来，吼，即马9:13吼，咱若有要开讲要问问题，通啊继续吼。迄个班长，我请教李顺老师，咱下当按算要互大家，咱来讨论问较当时。其实应该拢会使啦，啊，惊老师伤忝啦嘿。我袂啦，我讲我今仔会当伫线顶吼，含大家吼三见面吼，真欢喜嘿。看是要开讲，要讲啥，拢无要紧嘿。其实嘛无一定爱讲到遮麻遮呀。你若有啥物台语的其他的问题，嘛使吼，咱借即个机会来迄个啥讨论探讨一下嘛，真好啊吼。对，我补充一个吼，迄个拄则有讲到迄个啥呢？迄个讲咱人有无吼？迄个啥吼？会顺即个吼麻吼，所过迄个麻祥啦吼，会看迄祥金着无吼？来补充即个吼，或做啥顺即字，即个用常常会弄毋对的吼。来，咱上集听到吼，就是即个翁仪顺尾尾，有无？就是讲哦，他只是顺着人家的话意哦去讲哦，去附和人家，叫做翁仪顺尾尾吼。但是即字吼，迄个动词迄字吼，迄字顺迄个啥顺吼，我看足济所在吼，拢用即字顺吼。我甲大家报告，毋是即字顺咧，即字顺就是讲意思。伊个意思是有下啦，吼，敢是讲会顺利的话来讲，其实毋是即字啦，是循环的循。麻烦大家做循环的循，我甲大家吼，拄借即个机会甲大家讲个清楚。循环的循吼，迄个呢，咱台语的发音是第7调吼，第7调读做顺，变调了后。变做第3调，7变3嘛，所以就变做翁仪顺尾尾。啥是这循环的循吼，即是顺吼，这个接着咧。迄个顺尾尾意思讲哦，照原本的话吼，你去查看卖，就知影即字吼，即字顺吼，循环的循，这台语读做顺，即字的意思，就是照原本的样吼，照原本的样落去啥，落去迄个掠安尼啊。就讲照你原本的迄个样啊，佫共款咧，甲描一遍的意思啦，吼。像咱讲一张图，你若袂晓画，你会当吼顺图吼照画，即咱较早咱本来就会晓安尼讲啊，吼。我遮看到咱淑妍老师吼，伊感谢你的迄个哦，我有看到吼，真感谢，有讲到有听到阿嬷的话，真欢喜吼。好，我即摆先从这个讲个清楚吼，来嘿。即摆吼，即个伊即摆毋讲即个顺吼，敢有迄个跟随的意思。即个顺就是照原样吼，安尼伫对啦，有啦吼。即字呢，即字甲迄个顺吼，像咱讲做迄个啥顺餐水的顺咯，无啥共啊。顺餐水的顺吼，是去巡查啦，就讲咱顺看迄餐水吼，看餐迄个餐水枵有无，还是讲也有餐花口有啥，看有去个杜白啊正康吼，餐水会流了了无吼？伊咱讲做顺餐水哦，嘿，迄才是即字顺吼。咱讲的翁仪吼，顺尾尾，咱听到拢是顺尾尾，迄是变调了后啦。所以原本就是迄个吼，即个啥顺即个啦吼，顺啦，顺即个吼，即个词吼。过来吼，我搁举一个例来讲互恁听哦。咱讲做有一句台语叫做吼。拄则有讲过嘛，田螺甘水过冬对无吼？即句是较好诶，就讲勉励咱人吼，若拄着时机歹诶时阵吼，爱忍耐吼，迄个豆豆好时机对无吼？严家拖目行，猛拖猛食嘛吼，严家拖目行，猛拖猛食吼。田螺吼甘水过冬，
但是讲参例吼，其实要有一句吼，是讲较无好诶。讲啥呢？伊讲做吼，迄个像阮较早吼，阮定定会去安怎？会顺参例吼，扫过诶云吼，去扣参例。即当阵吼，迄个顺就是甲迄个参，甲即个吼循环诶顺，这是共字，啥叫做顺参例吼，扫过诶云。可是迄田螺伫水底吼，咱可能有人捌看过，伊是毋是有一个烧过的熏热？阮就拢会对即个啥，对即个熏热吼，就看你熏热迄个啥烧到倒嘛，就伫迄个较顶悬遐个当吼，看到即粒田螺吼，叫做吼迄个啥呢？即个顺田螺园，拄甲咱拄则讲迄个红鱼有无吼？顺话尾吼。迄个是完全同款的一个用法啦，嘿。所以伫遮甲大家补充一下是即个循环的顺，即个顺接着拄有这个机会顺续讲一下。感谢遮嘛随从盐鸡拖目鸡蒙拖蒙食即个。好，我简单讲，盐鸡啥拖目鸡啊？较早是盐鸡股有啊，咱拄有讲着盐鸡股，大只盐鸡。我讲迄大只盐鸡足够飞，捌饲过就知你有当时饲迄庄骹饲到遐大只，你也去飞走去走别人兜人别人互掠去会无彩对无所以较早人足巧，你敢知影？早期台湾人迄个大部分伫咧厝。伫咧厝内甚至出去有当时嘛拢穿目镜嘛有人讲目镜，有人讲叉镜盐鸡我会讲你若惊伊飞去你看你知影较早人偌巧，伊将迄个目镜是有一个目镜耳对无大家应该会记得，顶悬有一个目镜耳嘛，伊就为迄个目镜耳穿一条绳就是穿一条绳为迄个对迄个盐鸡骹遐总甲绑牢着，因为目镜袂伤重嘛袂伤轻啦。袂伤轻迄个伊有一个重量对无？即只盐鸡要飞嘛飞袂悬啦，会去卡着啦，嘛则袂飞走。你嘛袂使绑伤重的物件，因为你绑伤重，即只盐鸡伊若无法度讨食死去呢。所以讲盐鸡互目镜绑牢着，就变做讲伊目镜哪拖顶重哪去找食的，安尼叫做盐鸡拖目镜，蒙拖蒙食。意思就是甲田螺甘水过冬共款感谢迄个这是毋是足紧的速度随拍出来有够厉害，足感恩呢拄有这个机会讲到这个啥盐鸡啦因为咱讲盐鸡股、田鸭股、水鸡股罗马股、鳝鱼股安尼。搁迄个盾头蛇是一个真特殊的，迄个台湾的迄个品种因为阮后生拄就是迄个研究这个盾头蛇伊伫高中的时阵就真喜意研究这个咱台湾的特有的蛇类这个伊当阵伫建中的生物系个迄个啥拢做这方面的研究，尾啊是。读这个台师大的迄个生物研究所有伫迄个去国际上发表这个像咱台湾特有的这个盾头蛇嘛有带迄个咱国外有一个叫做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迄个国家地理频道来咱台湾翕咱这个台湾特有的盾头蛇，所以恁这个连结迄个甲应该是会当照这个连结去你甲看，就会当看到这个台湾盾头蛇的小界伊上特殊的就是伊拢食这烂鱼甲鹿螺啦，有一烟翔啦，安尼啦，嘿。鹿螺较深色个，我讲到这生态，我会讲，迄鹿螺原本拢是大部分拢是正细对无因为这盾头蛇拢会一直甲食着，我会讲，竟然人迄鹿螺嘛演化出有迄个倒细的方向，迄是因为盾头蛇要一直甲食，所以鹿螺才突变演化出有倒细的这个方向的鹿螺，安尼盾头蛇就无法度创食因啦。所以所以讲生伫国际上才有名，伫生物的演化顶悬的真特殊，主要是这个原因啦。
老师，我要问一个，有人好来，问讲这个顺啊，顺敢有跟对的意思？拄则我顺讲循环的循，迄顺吼，循环顺这张图画落来，嘿，我看，这个顺，嘿，嘿，有啊，嘿，这个嘿，顺，你看伊的解说吼，伊就是讲照原来迄个样有无定身吼，佮甲描一遍，所以咱讲吼，迄个顺话尾吼，就是讲吼，照伊原本讲的话意思定身吼，啊，家己佮讲较伟大的话，亲像吼，我发觉吼。咱即摆科技遮进步着无？即摆上时行是毋是 AI？你有当时啊吼，你去查即上网去查着吼，啊伊 AI 吼会将你要问的问题吼，我来讲伊真正会顺你的话尾，嘿，看你要问啥，伊总啊顺你的话尾落去解说哦。所以恁爱斟酌迄话 咱即摆就是讲一个观念啦 ，AI 查毋是讲个拢对咧，你。爱足斟酌去甲看，伊正经会顺你的话尾吼，落去讲吼，嘿，所以迄个顺话尾，就是即个循环的顺吼。啊，当然你即么一般人用惯是伊是人用迄个啥真顺利的顺啦，用迄个顺是意思有我啦，啊，上好是用即个啥顺即个较好，顺啦，循环的顺即个正字啦，嘿。好，来，安尼，敢还佫有问题？若无，迄个特别9:30，吼，咱迄个来看问题，要佫迄个开课一下无？若无，我想讲嘛，莫甲大家牵伤久吼，啊，迄个呢，通互大家较早休困吼。好，来，安尼无咱下暗吼。即个真欢喜吼，拄有即个机会伫线顶和大家来相见面吼，啊，足感恩大家安尼吼来斗支持吼，啊来听惜咱的母语吼，啊，即个咱来传承祖先旧话语吼，啊来记接文化新台湾，互咱的母语吼，安尼即个吼行长大拍尾，好，足感恩大家，无咱下暗个先到遮啦吼。好，好，多谢，感谢阿曼，哈，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对，多多谢各位，多谢老师，足好，感谢老师，多谢老再会。师，多谢各位。啊，谢谢老师。哦，听到恁的声音安尼吼，听到偌好咧，嘿呀。哦，用咱的语言文字啦，吼，来记录咱生活的代志啦。我都定定讲即句话吼，所以我嘛是将借这机会，将较早生活的经验来和大家分享。好，咱若是有机缘吼，咱后回就通来见面咯，吼。好，拜拜，吼，感恩吼，大家晚安，吼，大家晚安。安尼我先从镜头甲切起来哦，吼。好，我即马就后摆逐礼拜拢有上，逐礼拜8点啊，你是无？有啊，毋过就是无共人来分享，嘿，就是你若会使用你会使看即个 Word，我因无即摆有即个，啊，伊会逐个排嘿，啊，就是来即个社团的友志吼，啊，家己找题目嘿，就是题目会无共嘿，啊嘛是无共人吼，像讲咱会使看。刷来的题目啊，有时阵会改，都亲像这改迄个，若讲烧声啊减掉吼，啊会使调整安尼，啊毋过咱会使来遮参考嘿，我拢有放伫老话区即个链接嘿。谢谢，我即摆有看到，到电脑我。别人拢共一个时间嘛共款嘿，啊毋过你若。后摆来吼，可能你爱自我小改，嘛不要紧。伊就是我用较紧，可能伊会问讲，你是虾米人啊？伊希望讲，你写家己的3项代志，拢真简单啦。就是讲来，若讲来参加，啊，点听，啊，毋过即个主持人讲，你是虾米人？你爱留一届就好，啊，留一届以后就毋免留啊，嘿。
嘿，就是安尼嘿。哦，条毛新竹关竹北市咧，我的故乡诶，新竹。啊，安尼咱今仔活动就到遮，啊，多谢李东老师来讨救兵啊，加载李东老师甲我救嘿。哦，安尼今仔真感谢大家来参加，感谢李东老师来分享，甲咱讲遐济，真正做趣味吼，做饱甜的吼，多谢。哦，安尼我即摆都嘿，哦，安尼我都。诶，好，多谢大家，我来关房，吼，多谢。好，感谢哦，若老师。要参加立东老师的课，迄嘛有连结吼，啊无嘛会使面册来问我，嘿，拢会使。立东老师嘛有面册吼，哦，起老师的名都找着，拢会使问吼。以上我会关房，哦，感谢大家，大家，再会，谢谢老再师。会。再会。嗯。